看观光的消息，国境解封报复性的入境人潮无像估计遐济，入境逐天平均是13000多人，因为实际上来台湾游览的人较无1万人，尤其是呢，因为上海来台湾游览的日本客无感受到人气回流，这个代志互相这个游览的人次呢，逆差有将近3倍。这个旅游业者认为讲，应该是。日票，也就是日本钱即摆变较薄，或者旅费变较贵，啊，搁就是台湾的景点甲游览的方式，和日本人呢无新鲜感，只应该都要改变才对。观光局强调讲，有对外加强宣传。やっぱり赤って伝統を感じる。9份有真侪红色高仔灯，毋过若是真久无看到的恁来机场看卖。有真久无看到的寒青欧巴，就是减真侪真久无看的日本人客。根据统计，边境解封了后，入境平均逐天13500人，实际游客较无1万人。台湾、日本观光人次差低要3倍，毋过敢毋是有讲学好啊？请等一下我们的归来。啊是安怎要未来？日币跌，机票又涨，我们台湾的一些景点啊，没有办法去加深，没有办法去更新。30年前的太鲁阁，到现在我30年后的太鲁阁一模一样，没变啊！啊，饭店嘛是安尼啊，可是周遭的东西也还是一样啊，看得大还是大呀。全国で様々な異常行動の見られる人が増えているとのこと。様々なものにタピオカを入れる現象。是安怎？日本人客对台湾真做上思病要未发作，观光局认为是因为疫情了的旅客更较谨慎，决定行程需要2-3个月时间，而且各国入境的防疫政策无同，像日本人客登去，佮有注疫苗，佮有 PCR 证明，所以因需要想看卖的才决定。旅游业者建议观光局该加油，景点观光旅游需要想新的办法。3年前来台湾看台北101，3年后来台湾袂当干那有迄101部。